今日係2025年6月9號，標準普爾指數6月6號收盤6000.36，升1.03%。最新科技股市新聞：一、中國對有預算嘅電動車買家嘅競爭越嚟越熱。經銷商同分析師指出，隨住消費者尋求物有所值，中國大陸嘅經濟型電動車 EV 部門嘅競爭可能會加劇，至少有10幾款15萬人民幣，20,864美元以下嘅智能電動車，由比亞迪到零跑汽車，有資格喺二馬斯克嘅政黨喺2025年成立 Polymarket 嘅賠率上升，加密貨幣投注市場而家同 X 合作，科技大亨 Elon Musk 今年可能會開自己嘅政黨，呢個諗法係得到加密貨幣賭場嘅支持。發生咩事？喺去中心化預測市場 Polymarket， 特斯拉同 SpaceX 嘅首席執行官喺2025年創建政黨嘅機率上升到17%。三埃隆馬斯克喺同特朗普嘅仇恨中展現出 SpaceX 嘅優勢，我哋有太空船，而佢哋冇，得到呢位共和黨人嘅支持。特斯拉 TSLA 太空公司同特斯拉公司 TSLA 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喺星期日同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嘅口水戰中展示咗公司嘅火箭。發生咩事？星期日馬斯克喺 X 度，以前係 Twitter 度話，無論發生咩事，我哋有太空船，但係佢哋冇。四 IBTA 仲要截止日期。羅森信任嘅投資者律師鼓勵 iBota Inc 損失超過10萬美元嘅投資者喺重要嘅6月16日證券集體訴訟截止日期前，由該公司首次提出 IBTA 伊博塔紐約證券交易所。紐約2025年6月8號，環球新聞網點解羅森律師事務所，一間全球投資者權利律師事務所，提醒買家購買伊博塔公司嘅證券。最新國際新聞：伊拉特克利夫優先將中情局去政治化，誓言要阻止海外恐怖分子。中情局局長約翰拉特克利夫詳細講明佢會點樣恢復情報機構嘅政治中立，其中一個重點係履行佢反恐嘅角色。拉特克利夫對中情局近年經歷嘅政治化表示遺憾，指出該機構最初將亨特、拜登嘅手提電腦視為俄羅斯虛假資訊，令到該機構嘅非政治立場受到污染。而中國同美國其中一個加勒比鄰國嘅舒適關係舉起紅旗。當特朗普政府努力透過加強美國製造業嚟減少美國對中國貨品嘅依賴嗰陣，美國其中一個貿易夥伴同鄰國閱讀全文，中國同美國其中一個加勒比鄰國嘅舒適關係舉起紅旗嘅貼紙首先出現喺每日信號。三、特朗普點樣阻礙埃隆馬斯克嘅計劃同內閣選擇？儘管有重大嘅 MAGA 資助，新民間廣播期刊新民間廣播，美國總統川普同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分享咗一段細緻嘅政治舞蹈。呢個貼紙，特朗普點樣阻礙埃隆馬斯克嘅計劃同內閣選擇？儘管有重大嘅 MAGA 資助，首次出現喺 Internewscast Journal。四 AI 預測2025年6月30日嘅金價。一個人工智能 AI 模型預測到6月底黃金嘅前景係好壞參半。人工智能預測2025年6月30號黃金價格嘅貼紙首先喺 Finbo 上面出現。五、美國同中國喺貿易戰嘅危機時刻會面，雙方官員定喺星期一喺倫敦會談，目的係解決關稅同供應鏈嘅分歧，因為呢啲分歧危及咗兩國之間脆弱嘅停戰。新聞報道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